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说一说这些房企现在深陷诉讼官司之中，纷纷被强制执行咱们根据天眼查的这个法律诉讼信息显示，截止到3月12号，绿地新增一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16.8亿元；华夏幸福新增一条被执行信息，执行标的7.5亿元。这个叫家园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也是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13.4亿元。那恒大地产呢，你不用说了，又新增一条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标的合计5.6亿元。也就是说你看这么多房企这个官司被执行人信息强制执行的标的是越来越多，至少说明这些房企日子并没有好起来，救市救了3年这些房企一个比一个惨。3月12号，龙湖集团公告，预计2024年净利润较2023年录得129亿元，下降20%。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开发业务的收入和毛利率下降，也就是龙湖恐怕也扛不住了。总之这些龙头房企以及这些资金链断裂的房企他们的处境，对吧？他们能不能缓过来，都反映出当前楼市的一个状况。这些上市房企的业绩报表似乎不支持媒体还有中介所说的楼市回暖。这个财新网刊登一篇报道说2025年房价还会继续跌吗？他这个文章的作者叫林采宜，他说2021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房价趋势整体下行，但2024年末至2025年初的数据显示，市场已现企稳迹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指数同比跌幅持续收窄，这一趋势反映出政策托底，促使市场信心有所修复，但区域分化加剧，长期风险犹存。在政策环境上，推动房地产止跌回稳的政策频繁出台明确。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释放了近年来最强的稳地产信号。当前政策以稳预期、防风险为核心，通过货币宽松与结构性工具双管齐下，2024年央行降息、降准以及重启 PSL， 首套房贷利率降至 3.1% 以下，同时发行专项债收购存量土地，城中村改造货币化安置、白名单项目融资支持等政策，既缓解房企流动性压力，又推动去库存进程。在需求层面，新增购房需求趋弱。2024年，中国老龄化人口达3亿，年轻一代对结婚、生育以及购房的意愿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全国城镇化率达到 67%， 城镇人口流入的动力下降，部分3、4线城市甚至面临人口外流的压力，因此说城镇房地产库存去化周期延长。此外，居民负债率也年年攀升，目前各大城市房贷总额远远高于当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50个样本城市中，最高的是杭州，居民负债率高达 327%， 最低的东莞也已经达到了 138%。房企债务风险向居民端传导的迹象显著这个可不是我说的，这是财新网报道的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居民负债率高达 327%， 你说说它的房价这么高，能扛得住吗？合理吗？不应该打个对折吗？北京、上海的居民负债率都没有杭州高为什么杭州的居民负债率这么高呢？有多少是炒房导致？杭州应该汲取深圳的经验教训。什么经验教训？就是房价不能脱离当地群众的收入。深圳就因为房价涨得太快，2010年以后尤其是2015开始，那房价就翻倍了，直接导致很多企业干不下去，搬出深圳，很多人也离开深圳，这个对深圳打击其实很大的。幸好深圳政府是2020年还是2019年立马刹车，这么炒下去连腾讯都不一定在那干得下去，都得跑所以说杭州应该汲取深圳的经验教训，不能任由那些人在炒房，房价要回到一个合理的水平，这样才能留得住人，留得住人才，留得住资金，留得住技术对杭州危害最大的就是那一群炒房的，那些房托，那些指望着炒房，对吧？能翻1倍、翻2倍，发家致富，不劳而获。
躺赢、财富自由这帮人。大家还记得杭州在炒老破小吧？我记得是去年和前年，对吧？然后政府不是提倡原拆原建嘛，然后杭州就炒起来了。先炒是深圳的投资客到杭州买老破小投资，然后炒作是上海的投资客去杭州买老破，后来是炒北京的投资客，后来实在不行了就炒杭州本地的中介啊买老破小，各种算账啊，出租的收益源源打入银行的存款利息。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叫互联网分析师于斌，他做了一个视频，他分析啊，大多数老破小要彻底成为不动产，什么意思呢？就是绝大部分老破小啊，你到时候卖也卖不掉，拆也拆不了，真正的成为不动产。大家看视频啊。近日，住建部明确2000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全部纳入城市更新改造范围。于是，很多人觉得老破小要值钱了，甚至还联想到了拆迁和货币化安置，完全是想多了。这一政策恰恰表明绝大多数老破小要彻底成为不动产。首先，老旧小区改造和城市更新根本不是新鲜事，而是已经进行到第7个年头的既有政策。老旧小区改造和城市更新是2019年提出来的，恰恰就是为了接替先前的大规模拆迁以及后来的货币化安置这一政策的生态位。所以我们要清楚一点，如果相关表述越是提到老旧小区改造和城市更新，那就越是意味着拆迁没戏，货币化安置就更是不着边际的事情。现在的情况是，作为裁判员的相关部门运用政策手段给开发商松绑，使新房的配置迅速高端化，针对的就是存量二手房。换句话说，只有让以老破小为典型代表的存量二手房卖不出去，才能更好的卖新房，出让土地。所以说，绝大多数老破小要彻底成为不动产，或者换个更容易接受的说法，以老破小为代表的存量住房将全面回归居住属性。实际上，老旧小区改造正是建立在老破小们不会再拆迁，也难在交易的基础上，就是为了表明整体居住条件依然在随着时代进步，作为一种安抚性质的举措。只是进步的幅度一定是非常有限的，并且也不意味着个人就可以坐享其成，无需付出成本。我们要先理解在政策方面的城市更新改造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现在的城市更新项目可不是单纯投入资金，而是要算总账，要求在投入产出方面平衡可持续。但我们知道，即使是轻度的改造，比如重新抹一遍水泥，涂一遍外墙，做一排停车位，也全部都是支出项目，投入产出是如何平衡的呢？实践中往往是通过将既有厂房地块、工业用地转居住用地，或者既有低效用地打包在城市更新项目中，得到一笔卖地收入。这笔收入才是核心，有了这笔收入，才能基本平衡给新小区做配套设施，以及给附近老旧小区抹水泥、涂外墙、做停车位等多方面的支出。所以，城市更新概念下的老旧小区改造，只能是在相对有限投入条件下的修补。也正是由于投入的有限性，这样的修补一定会趋于集中在更显性、更能体现改造效果的公共部分。这也就是许多经历老旧小区改造的居民都认为改造效果有限的根本原因。至于居民更关心的楼体维护、检测、大修等问题，怎么办呢？别找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解决，找房屋养老金去。去年8月底，住建部就吹风了房屋养老金。为了平息躁动的舆论，相关部门很快站出来说不需要老百姓出钱，所以舆论很快就安定下来，没太把房屋养老金当回事了。但是来了，根据天津滨海新区的试行细则，不需要老百姓出钱的部分仅限于公共账户，而这公共账户仅用于承担检测费用和办事人员薪酬，真正用于维修费用的部分全由个人账户支出。这部分是按平米数收取，用完即交，不动态交清就不能办理任何形式的过户。可以想象到，房龄越大的住房，将来维修也越频繁。当维修费用水涨船高时，很可能都不只是修一次，就要组织交一次个人账户费用。现在老破小们尚且还没有真正普遍面临维修费用问题，却已经被政策支持下配置越来越高端的新房降为打击了。甚至到现在为止，以不需要交物业费为代表的居住成本低廉还能作为部分老破小的卖点。可以想见，将来维修费用浮出水面，面临房屋养老金时，老破小们必然失去居住成本低廉这一最后的卖点，既不会拆迁，又难以交易，还要不断的支出房屋养老金。绝大多数老破小们必然会成为真正的不动产，全面回归居住属性，甚至一部分老破小还将因此成为负动产。
我想这是一家之言啊，供大家参考。我认为他说的比较客观，很有可能啊，你现在买的那老破小，以后真的就要砸在你手上，成为不动产，你想卖不掉，没人会买。完了之后，你还不停的付出维修费、检测费、各种费，要牢记啊，你是买单的。所以现在你要到这个大城市买这些老破小，要三思而后行。那有人就说了，实在不行，那我出租，老破小位置好，我能租出去。光说房屋出租啊，光说租金，光说房东好不好担。今天晚上也有一篇文章，一个专门在房地产写文章的叫章子怡啊，叫一地产，他今天发了个文章，叫香港包租公都亏麻了。这是香港啊，香港的租金多高啊？香港的租金是在涨的啊，房价跌，租金涨。他说香港包租公都亏麻了。我们看他怎么说的啊？他说去年10月，梁朝伟久违的露面，是参加一家银行理财活动。发布会后采访环节，记者们也关心了一下影帝的投资理财，说如果赚到钱还会买砖头投资吗？众所周知啊，说影帝以前很喜欢买砖头，就是买房子，曾经持铺4年净赚5000多万。听到这个问题，他瞪大眼睛访问记者，你现在还敢不敢买啊？也就是访问记者，你现在敢不敢买？半个月前，香港天后英皇道14号侨兴大厦一间地下铺位挂到了二手市场。2年前，这间地下铺位的叫价是1.55亿，现在价格只有8800万，几乎砍了一半。这间铺子的原主人是梁少红，著名的香港铺王。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在楼市淡季坚定的买入商铺，只买不卖，长期持有。2003年更是1个月买一间。后来有人统计，他拥有全港铺位超过150个，遍布香港繁华地段，包括尖沙咀、旺角1线地段。他说啊，我买过股票、外汇、期货、金银、铜铁啊，在英国、美国、日本都做过，只有砖头最真实，也只有房子看得见摸得着。实际上不少香港的明星啊都这么想，比如谢霆锋啊，他第一桶金就是靠炒铺赚到的。10年间，谢霆锋啊买了很多商铺，人称啊百花街铺王。最近谢霆锋成功出租了一间铺位，在这之前，中环的百花街铺位已经空了1年多，说当时的租金大约是8万，高峰时期这间铺位的租金曾经达到20万，现在月租只有6万。去年9月，美联储降息后，香港掀起了一场商铺抛售潮，不少本地商家族把商铺挂到了二手市场。据估算，这些商铺在高峰时期持有的商铺总价超过1000亿，整体集放卖家起码有10个、8个或多的出得多，甚至有些商铺啊，它的出租率是100%，也就是不愁着租，就这样也都拿出来卖了，也就说明这些持有商铺的人非常着急要出货。中量联行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月，香港甲级写字楼整体空置率为 13.3%， 是过去25年以来新高。2024年整体市场租金下跌 8.6%， 其中中环跌幅达 12%。 标普的预测更悲观一些，甲级写字楼租金今年将跌 8% 到 10%， 较原先估计的 5% 跌幅大，意味着租金回落至2012年的水平。第二天说香港政府就急了，回应对于非住宅物业，政府已经在采取稳定市场措施。它的稳定措施就是未来1年啊，不再推售商业用地，从供应端呢下手。香港这些明星、这些名人啊，手上拥有的这商铺、这些写字楼啊，好像都在往出抛啊。为什么抛呢？就是租金在下降，持有啊已经不合算了。你想一想，你那些老破小未来是什么个局面？不光是香港啊，实际上北京、上海也。最近上海啊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无论是大房东还是二房东，基本上对那些即将到期的要搬的租客都是减租挽留，态度很诚恳，不像前几年爱住不住。这个我想很多租房住的人啊已经感受到了，你只要跟房东谈价格都能谈得下来，这个和几年前完全不一样。几年前房东都是找你谈要涨价，对吧？我这房租啊要加200一个月，或者加400，你要不租那就算了，反正提前跟你打招呼。为什么有这底气呢？就因为你不租，有的是人租。现在呢反过来了啊，是房东主动找租客，要到期了对吧？主动给你免一点。如果你要坚持的话，你再降，房东也能接受。总之你不要搬，你要搬走了真没人租啊，也不是说没人租吧，这空2个月他还得再找别人，那你说他不如把租金降一降，对吧？你再次招租啊，费时费力，有空置期，完了之后你还给中介，这个叫中介费，所以房东一算，还不如让这个原来的租客，对吧？你1个月便宜10%，免得麻烦。为什么呢？真的就没人租啊。这个我亲身的例子，对吧？北京的房子，我的租金直接降了1/3，哎，这就是市场行情啊！所有的中介报价都这样，都是少1/3。所以咱们说那个老破小啊，这老破小确实
实，对吧？要慎重啊。也就是很多人是抱着投资的目的买的老破小，比如杭州老破小，但是买的逻辑不就是算啊，这是房子100万，然后你每个月的租金多少，对吧？你100万存银行利息一个月不到2000块，你买这个房子租金3000，哇，你赚了。我记得当时我就说这是静态计算，你按照刚才那个 UP 主说的，你到时候你每年要交检测费、维修费、各种费，你算在里面了吗？恐怕把你的租金全部吞噬掉，到时候你的房子又卖不了。我们再看啊，媒体报道，这是钱江晚报报道啊，说的是安庆一个女业主全款买的海景房，交付一拖再拖。说到安庆啊，对吧？这就是未来联合国的总部啊，安庆有一个女业主买海景房烂尾。首先她第一个要怪的应该是安庆的一个诗人叫海子，为什么去买海景房呢？不就是受那一句叫什么面朝大海，叫什么春暖花开啊，什么喂马劈柴，那就是他老乡啊，那海子就是安庆人，老乡骗老乡啊。全国有多少人因为海子的这首诗啊，跑到海边去买房，面朝大海，走路拄拐呀。这个钱江晚报说啊，他说向往着自己退休后享受海边乐趣。2021年初，安庆市的汪女士在退休前拿出几乎全部积蓄，在广东惠东县，也就是惠州啊海湾购买了一套海景房。令汪女士始料不及的是，所购的海景房已逾期2年未交付，虽往返数次交涉，但一次次的交房承诺皆落空。回忆啊，他这房子怎么买的呢？说旅行途中相中海景房。汪女士告诉大碗新闻记者，她曾是安庆某小学的一名老师，每逢寒暑假时，她都喜欢外出旅游。2021年初，汪女士在广东旅游时，被山海湾潮起潮落的海景吸引，于是停下脚步，想买一套海景房，以便退休后来海边生活。相中惠东县什么碾山镇莲峰村黄布角地段佳兆业山海湾花园的海景房后，佳兆业大家知道吧？咱们节目经常介绍啊，好像佳兆业是城改王吧，或者叫旧改王。这汪女士便于惠东县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签合同前，汪女士了解到该楼盘有惠东县住建局颁发的施工许可证和预售许可证，属于合法销售楼盘。2021年1月30日前，汪女士向佳兆业监管账户支付了43万2776元的全部房款，购买了山海湾花园5号楼30层的一套49平米的精装修住房，合着将近9000平米。按合同约定，汪女士本可以在2023年2月28日拎包入住，没想到接下来却因交付一拖再拖，成为困扰她多年的心病。这个佳兆业爆雷了嘛？那这房子烂尾很正常啊，这焦虑啊，说这个一次次的承诺皆落空。2023年2月8日，惠东县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则关于山海湾5号楼及别墅顺延交付的通知函，令汪女士等业主始料不及。开发公司给业主的函中称，因受疫情、市场下行、行业大环境等综合因素影响，施工中遇到异常困难，导致该项目施工进度无法按照原计划执行，无法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交付。从此说每每想起全款在海边买的房子，汪女士连觉都睡不着。为此，只要有空，她便前往惠东县了解情况。无独有偶，与汪女士一样，还有全国各地其他地方来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海景房的客户。为此，他们找开发公司、找住建局以及相关部门，想尽快住进新房。针对这个业主的诉求这个地方部门、地方住建局在2023年2月26日承诺保交楼。然而，在接下来的日子，惠东县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次次书面承诺交房，却一次次令购房者失望而归。2024年7月11日，惠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惠东县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再次承诺，保证2024年12月30日前，惠州山海湾项目2期5号楼别墅顺利完工交付给业主，却又成为泡影。令汪女士等购房者意想不到的是，开发公司与其主管部门一次次的承诺皆落空，山海湾2期5号楼别墅还没有交付的迹象，越拖越难解决。这个咱们节目里一直说，这个保交楼项目因为惠州的房子太多了，你现在就是去银行贷款，把剩下的房子盖起来，你卖不了，银行贷款怎么还呢？银行贷款还不了，银行他就不借，银行不借，那开发商就没钱盖这房子，没钱盖这房子，那你这些已经买房的那就烂尾烂在这儿，它就这么简单，恶性循环。大家都知道惠州的房子不仅这个价格暴跌，而且很难卖，因为房子太多。说到惠州这个本来说起来安庆到惠州还挺方便。
便的。前不久我不去过嘛，从安庆坐高铁到深圳，他就路过惠州，安庆到惠州大概将近3个小时。所以说汪女士在惠州买一个海景房，原本打算还是不错的，对吧？周末或者节假日或者是过节的吧，她都可以从安庆到惠州海边去度个假，想法是好的。可惜这个美梦就化为泡影。像汪女士这样的人又有多少？这10几年咱们在海岸线上盖了太多的房子，现在回头看看，大部分都成了鬼城，什么银滩，对吧？什么山东的什么乳山、威海，对吧？这个10大鬼城里面，恐怕有8个都跟海景房有关系。就是有很多人认为他养老要在海边，实际上都是被开发商忽悠的。这个海边到底适合不适合老年人居住或者叫长期居住，这要打个问号。如果不考虑对人的影响实际上你在海边居住成本也非常高，因为家电、电器、家具都容易坏，对吧？你得维修。现在楼市低迷，正好趁这个机会有时间反思一下这个海景房到底好还是。如果作为旅游，对吧？你说你偶尔在那住个10天半个月的，这个还可以，但是要常年居住在海边，连渔民都不愿意，对吧？真正住海边的那些渔民都要找到一个背风的地住，有多少人呢？被这个面朝大海所描绘的那个景象吸引了，现在是后悔晚矣。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